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运动的时间喽。我是立新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来你恐好了认同的是我们的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林正刚，以及我们运动医学中心运动管理师高景荣。那今天到放喜，我们要开始做运动以前呢，我们先来做个暖身操。有伴走嘞，好，来两只手握拳，好。你手在那打针，看一下哈。脚呈弓箭步，好，整脚溜溜而起跳腕时候，然后我们的手臂跟前背哈呈90度，然后在这边做原地像跑步的动作。好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注意哈。那我可以示范一下我们正刚老师哈。第一个，你的手肘要90度，好，那也不用调后背哈。稍微溜溜往后就可以了，不弄会打拳，还有毒蛇的脚力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来做原地的跑步运动，天天该来走哈，很好，慢慢的走。假使说体力不错的话呢，就可以慢慢的加速，速度再快一点哈。你过来好脚带哦，1、2、1、2。对，好，加速快一点。好，你啊，整片走后嘞，我们现在往左边来走哈，来转身往左脚在前面，整脚在后背。好，一样，手背靠着身体的两侧哈，然后做前后摆动，跑步，很好，来，慢慢的，那手的幅度呢，不是同台哈，好，我们就这样慢慢的。你一直做这个运动呢，其实原地脚不是挺痛。我们一般来说的话，这个身体是会慢慢的热起来哈。身体热起来之后，血液循环就会比较好哈。好，2、3、4，好，回来。给小安乐走的是身体侧边的伸展哦，一样留下脚跟安尼肩头平翻，手打开来，好，吸气。吐气，右手在下，左手在上。对，往侧边伸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数寸次。过来往左边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右手上，左手下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。过来整边哦，好，右下左上，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回来。好，数表下来。那接下来呢，运动下肢哈。来手叉腰，吸气，吐气整个，对，往下哭一下，再回来，往左脚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过来走一遍，吸气，很好，蹲下去，再来左脚，对，很好，好，那再来呢，记得腹式呼吸吗？我们再来做腹式呼吸，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右手上，左手下，都是够力。整个把我们的身体拉开，表下来，来吸。好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右手向后背，左手向后背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表下来，过了一遍哦，吸，吐气下来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你做的两脚妹哈，来吸。好，放下来，好，来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好，过了一遍吸，很好，表下来，过来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好，以上的暖身运动走梯，你的贵姓？我觉得很热吗？这就代表你身体开始准备要走运动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今天的运动哦。乡亲朋友，你头先啊已经做好了暖身运动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手开始了走运动嘞哈。今天的介绍运动要用到一个工具，就是弹力带。那假使你这副卡没有这种弹力带的话，没关系，你走的跟我们的正刚老师一样，
嘿，你走得用那个橡皮筋串起来，就可以做阻力运动了哈。好，那准备好相关的设备以后呢，我们弹力带要怎么用嘞？首先哈，你走得用你的手攀哈，来给跟起来。那一般来说，弹力带越长，它的阻力就好强。假使讲你缠得越短哦，也是好轻。那你有出的力是好抬。那可以根据大声音，你可能你的力气很抬，和的谁来选择弹力带的长度。那还有就是说，你在使用不管是橡皮筋或是弹力带，记得咯，莫停出力，那个赖断的话是会送到几架，所以运动之前要注意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做运动了哈。首先呢，你走的，在手腕这边打张开，然后让两只手，偏偏举起来，然后吸口气，同时出力，慢慢呢把弹力带拉开，数。打气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再慢慢呢不用放松。我们过来走一遍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打开来，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再慢慢的不用开来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哦，来吸，吐气，对，把弹力带拉开，很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同时出力。再把它收回来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把弹力带举在你的头那档，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让弹力带拉开来，慢慢呢拉到我们的胸前。要一直出力咯。这时候，你用到背呢，还有手背的力气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再卡起来，对，再举起来。好，来吸一口气。吐气呢，弹力带出力，慢慢呢，对，拉到我们的胸部前面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再卡起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用后背哈，来吸气，吐气慢慢的拉开来，对，并来你的后背，很好，来吸，吐气个卡起来，好，吸气，吐气再并下来。你过来走一遍哈，来吸气，然后手卡起来，好，吐气慢慢的打开来，对，手臂出力，好，抖一点肩头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再卡起来，吸气，吐气再慢慢的表下来，很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手卡起来，好，来吸口气。吐气，慢慢的喺表安的肩头，很好。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同时用力数出力，把弹力带往上升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再慢慢的把弹力带表下来。好，记得了哈，在做这运动的时候，弹力带莫赖停出力了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弹力带绕在你背然后后背，从那样绕着。好，数绕一圈，抓着哈。对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两只手撑起。好，然后背弄向后背拱，很好。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，好，手放松。你过来走一遍哈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对，背弄拱起来，同时出力，手撑起。对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再不用放松，很好，我们过来走一遍哦，哈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数寸气，然后背弄向后背拱，对，背弄用力把弹力带，对，把它弄撑开哈，来吸气。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数再慢慢放松，好，莫不用停僵，慢慢的放松就好哈。来，再来一次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数寸气，背弄拱起来，同时出力，停留5秒钟哦，1、2、3、
洗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数慢慢的变轻松。好，我们再做最后一次哦，来吸气，吐气数寸次，把拢拱起来，肚丝会出力咯。好，来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再慢慢的变轻松，很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回来哈，然后我们将绕弹力带哈，一只脚踏地。一只脚踏地固定着哈，然后我们脚踩弓箭步，2只手好像握拳，踏地弹力带哈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用你肚时绕位的力量，还有手背的力量哈。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把弹力带往枕边来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再回来，还搞了一遍哦哈。好，来吸气。吐气的时候呢，往枕边来，好，加上我们身体有一个右转的动作哈，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给我转来，你搞了一遍哈，来吸，吐气的时候，对，用肚丝的力量哈，往外往右边转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给我回来，搞了一遍哈，来吸。吐气的时候，往右边，好，绕位力而出力，出来哦哈，来吸，吐气回来，你要往左边哈，一样用整脚踏地，然后脚踩弓箭步。为什么要弓箭步呢？用你绕好，你的那个髋关节才会比较好固定哈。摸动动你然后都肩膀会往上耸，或者是挺稳，所以用弓箭步好稳哈。好，2只手靠点我们的弹力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先溜的往左边拉，很好。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给我转来。好，再一次哦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往左偏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给我回来。好，也好用左偏绕位的力量哦，做旋转的动作哈。来吸气，吐气往左偏，很好。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给我回来。好，过来走一遍哦，吸，吐气往左偏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再回来，很好。记得哦，脚会踏稳哦，不然弹力带松掉的话，会弹到几架，很危险哈。好，来吸气。吐气往左偏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给我转来，你给我走一遍哈，来吸，吐气往左偏，好，绕位出力咯，让我们的身体做一个旋转的动作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慢慢的再回到正中央。好，勾了一遍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绕位出力，对，做一个旋转的动作。那手背要打直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给我转来，很好。你往整边给我走一遍哈，来脚踏点弹力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整边。好，来吸一口气。吐气回来，勾一遍哦。来吸气，吐气往整边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再回来。好，那弹力带呢？它是一种阻力的运动。有的人哈年纪越来越大，腰都会胖胖哈，摸力摸起来会绕绕。那做这个运动呢，可以让你的肌肉更有力气哈。乡亲朋友，大家支付卡走得做做看哦。希望大家的收看，长了了，再见。
boy, this was Haka. When I wake up every day.